间，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由台积电、鸿海医疗基金会甲资济基金会共同捐赠的 BNT 的疫苗第10批，大约是91万剂，透早顺利运到台湾了。目前这个中央医药的系统是开放 BNT， 和全年龄拢会当来注射，也毋过也是以注第1剂为主。拄则指挥中心嘛来开放，会当来注第2剂 BNT 了。专家就讲，就算久等到9礼拜才来注第2剂，预防重症的效果嘛也真袂歹。连续2天疫苗拢有顺利到货，第10批 BNT 疫苗差不多91万剂，伫早起6点外到桃机场。到目前为止，民间买 BNT 疫苗到货量差不多是773万剂。解决台湾疫苗无够的问题，好学生囡仔嘛会使注着预防针。依照目前指挥中心上新的统计，9月22日开始注 BNT 疫苗了后。注头1剂有440万1029万剂，不过注第2剂的人干147人。依照目前 BNT 的规定，这2剂上少要让4礼拜，敢要赶紧开放注第2剂 BNT。认为是后续是够的，那当然我们就是依照访单去施打。那假如说他们在计算的情况之下 ，BNT 如果拉到9周，它对于预防感染这件事情并没有额外再多增加好处，可是，在降低死亡率跟住院率，基本上还反而比在3周的时候施打还会好一点。专家讲，就算久等到9礼拜，效果同款袂歹，只是对着这个注头1剂 BNT 疫苗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人，第2剂应该注什么牌注？目前混打的研究来看，也不太会去支持先打 mRNA 类的疫苗，后面再打 AZ。第2剂是不是可以选择像蛋白质4单位的疫苗，确定它的安全性之后，可能才会去使用混打的这个政策。目前全台湾头1剂注射率已经到7成，第2剂超过3成，愈来愈接近边境开放目标。不过医生嘛提醒讲，除了这个注射率，台湾整体医疗体系甲公共卫生的政策，敢有法度减少重症甲死亡，这嘛是考虑开放边境的重点之一。